水大娘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你感觉就像我娘一样。已经好久好久，没有人这样帮我盖被子了。那今天晚上你就好好睡啊。是谁？大小姐，是我。好。福星，这是什么味道？你喜欢吗？福星，你点了很多蜡烛。大小姐，小心烫。怎么样？我为你配的新花茶，还喜欢吗？新茶虽好，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味道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明天再帮你配你喜欢的味道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在外面忙碌了一天，回到家里能喝到大小姐亲手倒的一杯热茶。这茶是你早就准備好的，我也只是坐享其成，舉手之勞而已。今天的事情都順利嗎？如我所料，一切順利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交代你的人，別傷害那兩個孩子。大小姐放心，我們對付的是周世宏。我知道大小姐你不願意傷害無辜。生日快樂。這是我新為你雕的。沒想到你還記得我的生日。我當然記得，我還準備了你喜歡的菜，等一會兒。不，我不餓，我馬上要回去了。哦，好吧。這樣，等喝完茶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喝，去看看他們。不用看，綁着了，跑不了。來，乾杯！來，好，來，買着買着。琪琪，
琪琪，哎，六六，我在这儿呢。嘘，声音小一点。我们现在被绑架了，不要让人家听见。他们是谁啊？为什么要绑架我们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要钱，有可能是冲着信和堂来的。六六，你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我不害怕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什么东西？没事儿，是二儿。二，绑匪把二儿也绑来了。没有，他一直在我怀里，都没有逃跑，一直陪着我们呢。可是，他要是一直陪着我们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不行不行，一定要在绑匪来之前讓他逃走。我們現在自身都難保，哪有什麼本事把二兒送走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讓我聽一下。在我的左後方有一個小洞，我聽見有風的聲音。小洞？你怎麼知道？我以前不是老住柴房嗎？柴房裡面總是會有小洞的嘛。是嗎？對，哎，你快點把我的簪子拔下來。什麼？我們現在手被綁了，眼睛被蒙了，我怎麼給你取簪子呀？哎呀，笨蛋，用嘴啊！哪兒呢？你出個事兒？啊，這兒，聽見沒有？聽見沒有？哎啊！你幹嘛碰我鼻子啊？疼死我了！對不起，我也疼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是個大豬頭，鼻子跟頭都分不清楚。我再來一次吧。哪兒？哪兒？這兒。聽見沒有？啊，這兒。對不起。我一定是跟你待久了，也變成大豬頭了，連嘴和頭都分不清楚。對，我是豬頭，你也是豬頭，我們都是豬頭。對，兩個大豬頭碰到一塊兒了。哎，我的那個髮簪就在這兒，你取一下。哪兒呢？你找一下，找到沒？是這個？我找到了。好，來。拿着。拿好了。好，拿着了。好了嗎？好了嗎？馬上。好。快，哪兒呢？那，哎，真的有個洞啊！快去吧，小心路上，千萬不要回頭。二，快走吧。雖然我們不能逃走，但是希望你能有不同的命運。快走吧，快走。走啊，快走啊！怎麼回事？什麼聲音？去看看。快走啊！你們幹什麼？想跑？你們什麼人？為什麼要綁架我們？少囉嗦！你們信和堂一天不付贖金，你們兩個誰也別想跑！我告訴你，你要是敢得罪我們周家的人，我爹絕對不會放過你。你爹？六六，閃開！你打！你跑！小杰，你跑！你沒事吧？跑！沒事。我說過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我都會保護你。好，讓你白跑！來，把他綁起來，看他們還怎麼跑啊！起來！俊哥，我今天回來晚了，你別生我的氣啊！我相信你明白我在做什麼。我們吃飯吧。我告訴你，我為你報仇的日子
越来越近了。我发过誓，只要是害过你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原谅他们，一个也不放过他们。这个报官呐，啊！哦，我讲实话，周太尉已经是本科。哈，这只耳环不是三小姐的吗？这盘断袖跟天琪的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少爷啊，三小姐，你们死得好惨呀！给我闭嘴！后日午时，若无50万熟人，下一副棺材内躺的就是断手断脚的周家人。是啊，看来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周天琪，赶快给你老子写信，让他赶紧把50万大洋送过来，要不然你们会先没手脚，再没命。你们不是给我爹写信要钱了吗？为何还要我写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到底写还是不写啊？不写。你们是不是拿不到钱才要他写信的？我真没见过你们这么没有用的绑匪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没用！干嘛？嘴巴这么厉害，你来写啊？我不识字。堂堂周家三小姐不识字，谁信呢？快写！谁说小姐就一定要会写字啊？少啰嗦！来人，他如果再不写，就把嘴撕烂了。他不认识字。我告訴你們，他不是我們周家的人。你怎麼知道的？我怎麼不知道？你進我們周家第一天我就知道了。那你幹嘛不揭穿我？我是看二娘喜歡你，我不願意跟她說，我才沒揭穿你。我就是好嗎？你是什麼呀？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一個胸口碎大石的。你不是冒牌貨，你會胸口碎大石。你不是，你不是我妹妹，不是，你不是，不許吵，不是。哼。你說她不是你妹妹？不是。胸口碎大石的？對。哦，知道嗎？我的名字就叫大石頭。既然周家三小姐，哦不，現在不是周家三小姐了，那你胸口碎大石的痕跡呢？讓我來看看。別碰他！臭小子，敢踢我，老子給你好看！不許碰他！別碰他！放手！放手！你放手！我告訴你，敢碰他把哥還包，我馬上死在這兒，你們一分錢也拿不到。老大，這小子要是真死了，咱們什麼錢都拿不到。
七七，七七，放开我！若兰，希望你的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天琪跟乔儿平安的回来。二娘，您放心，我跟爹一定会把天琪跟六六顺利的救回来。玉琴，现在爹身边只有你一个女儿，我把你这话放在心里了，你辛苦了。谢谢爹。爹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亲自到省城找朋友帮忙，星河堂就交给你了。七七，七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叫你不要逞强装英雄吧，英雄要识时务的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我们彼此彼此。真是的。有人？对啊，外面不都是人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那边，外面。看见了吧？我看见了，有2个军人，对吧？嗯，赶快叫！好，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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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七七，你吵什么吵？开门！开门！看我的！是。哎，两位军爷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？这个呀，这是我2个不听管教的手下，是吗？两位军爷辛苦了，要不喝点？不用，都晚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哦，那好，军爷慢走啊，不送了。表姐，表弟，你回来了。表姐，想不到我刚去省城2个月，周家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乔表妹是找回来了，可是姨娘却又过世了。想想这母女俩还真是没什么缘分。哦，我也是很晚才得到通知，未能赶回来奔丧，你和姨父不要见怪啊。二娘不会怪你的，她葬在城郊的十里坡，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祭拜一下。哦，这人死啊，不能复生。我最近工作也比较忙。哎，乔表妹呢？我倒是想见见乔表妹。哦，她刚出去了。哦，出去了。那姨父呢？他没事吧？他还好，多谢关心。我爹他出去办事去了。不是他约我来的吗？约你来的人是我。是这样的，表弟在银号工作，应该和各大银号的关系很好吧？嗯，还好。
就算是有些交情。啊，表姐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让你把钱存到我那儿，我可以给你多算些利息嘛。我不是存钱，我是想从银号借钱。借钱？我没听錯吧？我現在急需20萬現大洋，我希望明天就可以借到。20萬現大洋？這哪間銀號也不可能一天辦成啊！事關重大，我求求你幫我想想辦法吧。事成之後，我一定不會虧待你的。你說的是真的？明天就需要20萬現大洋？哎呀，這還真是有些難度啊！你讓我想想。表少爺，請喝茶。哎，你是小平兒吧？好久不見，你變得漂亮了許多啊！謝謝表少爺。表少爺喝茶。哎呦，表少爺，沒燙着吧？不用。表弟，請你自重。說什麼呢？你剛才這樣做，實在有失你的身份。不是，你還敢教訓我？你以為你真是這周家的大小姐，我的表姐啊？我告訴你，叫你一聲表姐是我看得起你。本想想辦法幫你解決這件事情，現在本少爺沒工夫管你這些閒事，自己看着辦。哼！这里面药请拿好啊！哎，记得按时吃啊！那就這樣辦啊！大小姐，爹回來了嗎？還有沒有其他的消息？老闆還沒回來，也沒有任何消息。表少爺那邊可以幫忙嗎？白忙一場。那個偉權總是對我油腔滑調的，居然還當着我的面對平兒毛手毛腳的。如果不是因為他是二娘的外甥，我早就讓黃大媽拿掃把把他給趕出去了。過分，真是太過分了。我最近不知道是怎麼搞的，做事情總是沉不住氣。如果我對他說點好聽的，他可能會把錢借給我們。哎呀，算了，他也是信不過的。我想我們2天之內肯定籌不到這50萬了。乾脆豁出去算了，我們去找警察局來幫忙。那我陪你一塊兒去。不，我和爹都不在，你還是守在這兒吧。那我等你好消息。周大小姐，您先稍等一下，华科长正在忙，一會兒等他忙完了，我會叫你進去的。好的。不行，這樣等下去也不是個辦法。哎，周大小姐，华科長，周大小姐，你不能隨便進來。科長，我實在攔不住他。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，科長。什麼風把周大小姐吹到我的辦公室來了？周大小姐，你一向那麼忙，有什麼事打個電話就行，何必勞煩親自跑一趟呢？華科長，您一向消息靈通，縱橫黑白兩道，我相信我們家發生的事情，您早就有所耳聞了吧？聽說了，我的心可急了，卻遲遲不見你們來報警。我就猜，想周老闆認識那麼多黑道的朋友，一定有他自己的辦法。我們警察局嘛，只好暫且旁觀了。華科長，
您真是太謙虛了。现在我的弟弟妹妹身陷虎穴，我们当然是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警察局身上，还希望你们能够伸出援手，抓捕歹徒，严惩罪犯，那是我们警察局应该做的事情。只是很不凑巧，刚刚石头镇那邊有山洪爆發，他們人手不夠，就跟我們要了大隊人馬去支持。現在我們警察局人手嚴重不足，只怕是愛莫能助啊。人命關天，华科长，麻煩您就幫幫忙吧。這個，哎呀，你看，其實啊，我是很想幫忙，只是我們警察局的人手真的不夠啊。不過，我倒是想起一個人來，這個人手下眾多，如果他願意幫忙的話，一定能夠救回令弟令妹的。華科長說的，莫非是？請進。喲，華科長，有客人在啊。馬兄弟，你來的正好，我正想提起你呢。哦，難道你想介紹這位漂亮的姑娘給我認識？是啊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就是信和堂的周大小姐。我們又見面了，周大小姐。上次因公務在身，沒握上周大小姐的纖纖玉手，在華科長這兒的燈光下，周大小姐您變得更漂亮了。馬副官，您過獎了。馬兄弟，周大小姐家出了點事情，她的弟弟妹妹被人綁走了，你看能不能幫個忙？哦，居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，簡直太目無王法了。哎呀，我就說嘛，軍隊裡的逃兵太多，他們逃出來不做好人，都做賊去了，搞得我抓逃兵那麼辛苦。華科長抓賊也辛苦，你看看這多累人吶。哎呀，馬兄弟，我這兒人手不夠，你看你能不能多派幾個弟兄幫周大小姐找回她的弟弟妹妹？馬副官，我相信你一定有這樣的能力，可以救出我的弟弟妹妹。周大小姐太看得起我了，能幫上這麼漂亮的姑娘，我個人絕對沒問題。但是如果要派兄弟們出去，你也知道，鎮上的人吶，都是鐵公雞，一毛不拔。我的兄弟這麼辛苦出來抓逃兵，都得不到鎮上百姓們的溫暖與尊重。哎呀，如果要他們出來辦事兒，這可真得費點勁吶。要是搞搞聯誼什麼的，這樣可以增進感情，把關係搞好。周大小姐，我們恐怕得找個地方好好詳談一下。是啊，周大小姐，事不宜遲，時間拖久了，令弟令妹會更危險的。好，我們抓緊時間。馬副官，你想去哪兒談？歐總管，有什麼事嗎？哦，南華行那邊派人來洽談購買玉珍霜的事。我現在沒空，你看着辦吧。大小姐，你真的要去跟那個馬副官見面？是。他們根本就是不懷好意，你用不着跟他們談。不跟他們談，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可以救出天啟和六六嗎？以暴制暴，以賊制賊。現在我們情況緊急，只有借助馬副官他們的幾個槍桿子。歐總管，你幫我看好信和堂吧。不，我得跟你一塊兒去。你放心，我不會給你添麻煩的。歐總管，你在外面等我吧。那你千萬要小心。我會見機行事的。馬副官。喲，周大小姐來了。馬副官。請。好，周大小姐，
請，我为你準備了酒菜。哈哈，請坐，周大小姐。謝謝。哎呀，今天周大小姐真是賞臉吶！啊，來，我敬周大小姐一杯。周大小姐就是與眾不同，夠爽快。來，我再敬周大小姐一杯。馬副官，我是個直來直去的人，你也知道我弟弟妹妹被綁架了，我跟我爹毫無頭緒。如果你有辦法的話，今天周大小姐打扮得太漂亮了。真香。馬副官，來，這一杯是我敬你這個大美人的，來，乾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敬佩周大小姐你呀，人長得漂亮又能幹。我們軍人天生就喜歡征服，如果遇到那些拉屎的軍隊，我們吶一點勁兒都沒有。如果遇到強悍的對手，我們就更加的有勁兒。這跟遇到美人是同樣一個道理。馬副官，您就給句話吧，能不能幫我把人給救出來？我第一次見到求人頭抬得這麼高的。周大小姐，求人嘛，就得低半個頭。來，乾了。你知道嗎？我們軍營的那些哥們兒啊，日子也不好過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他娘的是爛貨。你們這些當老闆的，也應該體諒體諒。你看，遇到了難事，還不是來找我們嗎？對不對？馬副官，如果你能救出我的弟弟妹妹，我們信和堂絕對不會虧待各位軍爺的。那就先謝謝周大小姐了。來，周大小姐，敬你一杯。周大小姐，聽說你們信和堂有什麼秘方什麼的，不知道有沒有壯陽的？沒有。不是吧？你爹沒有告訴你嗎？請你放尊重一點。怎麼了？你是來求我的，你就不能放下你的身段嗎？馬副官，你不要這樣。馬副官，你不要這樣。你放手啊！馬副官，你放手，放開我！馬副官，你不要這樣！救命啊！馬副官，你不要這樣！不好了，失火了！馬副官失火了！大小姐，走。大小姐，你沒事吧？我沒事。謝謝你。幸好剛才有一把大火，這把火不會是你放的吧？我恨不得一把火燒死那個混蛋。經過這場大火，天琪和六六恐怕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爹交代了。
永成少爷，你们去哪兒了？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我等你老半天了，你知道嗎？我們……對不起，永成，我跟歐總管到南華行見老闆去了，洽談生意。天琪跟六六出了這麼大的事情，你居然還有心情談生意？難道在你的眼裡，除了信和堂，就沒有別的事情更重要了嗎？我不希望顧此失彼，贖款要籌，但生意也得做呀。衣服怎麼回事？天氣有點涼，我穿的衣服不夠，所以就借歐總管的穿一下。沒那麼簡單吧？你們整天朝夕相對，在家一起，在信和堂也一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不願意離開信和堂，跟我去上海，你是捨不得他呀。永成少爺，歐總管，你先進去。永成，你在說什麼？你知不知道？家裡面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，你怎麼為了這麼點小事兒在這磨磨唧唧的？偷了他，你是高貴的周大小姐，怎麼能穿下人的髒衣服呢？怎麼，捨不得是吧？穿着挺暖和的是吧？你太讓我失望了。大小姐，你看这个，這是什麼？平兒說這是永成少爺送來的5萬大洋。5萬大洋？永成少爺下午就來了，聽說這錢是他到處借來的，就是為了幫大小姐您的。永成少爺他苦苦的在這等了您一下午了。永成，對不起，我不該對你那麼大聲說話。永成，你到底在哪兒？你快出來呀！對不起，永成，一切，對不起，永成，哎，別說了，剛才我也不太好，說話那麼大聲，嚇着你了吧？是我對不起你。不是我不好，我不該發那麼大脾氣。你為什麼不早說你是為了籌款而來的？你要是早說的話，為自己心愛的女人做一點事情，難道還要讓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到處嚷嚷啊？可是這5萬大洋也不是什麼小數目，你……哎，男人的事啊，女人就別管了啊。剛才為了救你弟弟妹妹，在外面受委屈了。玉琴，我不希望你以後委屈你自己。從現在開始，我以後絕對不會再讓你受半點委屈。不管以後發生什麼事情，我都會留在你身邊保護你，也只有我能保護你。相信我。不過，你也太霸道了。為什麼只有你才能保護我呢？我是個男人呢，我才是你的男人。誰願意自己的女人被別的男人保護啊？難道你希望我去保護別的女人？啊，不許！我只許你保護我一個人。真的？真的？你欺負我！二妖叔懷表1隻，林大夫大洋5個，張大夫大洋2個，小豆子大洋5個，尹大夫大洋3個，歐總管銀票1000，戒指1枚。這個
你還是拿回去吧。能多一个大洋是一个大洋。这是你娘给你的，好不容易才找回来，你还是别哑了。谢谢大家了，今天大家借过来的大洋和贵重物品，我都一一记下了，他日一定还给大家。您别客气，大小姐，三小姐平时对我们那么好，现在二少爷和三小姐有难了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能不掏心吗？就是嘛，就是啊。不，你们雪中送炭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。大小姐，星河堂多年来施医赠药，要是我们向各方乡亲募捐，肯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慷慨解囊的。好主意啊！不，没有时间了，明天就要交赎款，而且二少爷和三小姐被绑票的事情，大家千万不要声张。我是把大家当成自己人才告訴你们的，你们出去以后不能乱说。大小姐，戴老板和永成少爷来了。我爹把家里的一些古玩典当了，凑了3万大洋，都在这儿了。永成，你上次刚给我们送了大洋，这次是我爹的一点心意嘛。谢谢戴伯父。哪里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大忙。哎，你爹呢？他去省城筹赎款，还没有回来呢。还差多少？东拼西凑的，加上这3万大洋，刚刚好25万大洋。还差一半呢。要不我到中药业工会去帮助借一下？不用了，爹已经去过了，他们不是躲着就是喊穷。真是，差这么多怎么办呢？就算只有一半，也要去赎人。大小姐，我跟你一块去交赎款吧，再跟那些绑匪谈谈。玉琴，我陪你去吧。不，我还是一个人去吧。那怎么行呢？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？好吧。是姓周的吧？对，我是周家的大小姐。50万现大洋带齐了吗？都在这儿了。把那马车上。等等，人呢？大洋数目点齐了，自然就把人放了。见不着人，这些钱我们是不会给你们的。对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放你的屁！我告诉你，钱点好了就把人带来。先把人带来，否则我们这就走了。哼，我没看过大洋，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使诈？打开箱子。是。喂，等等，这是什么规矩？给我闪开！没见着你们就抢钱！给我闪开！想怎么样？给我闪开！永成，过来！别动！有种你开枪！谁要乱动的话，我就轰了他！要是再敢开枪，我就让3个姓周的陪葬！永成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他们是求财，我们是求人。就是嘛，道义有道，只要你们放了我弟弟妹妹，这些钱自然是你们的。对，放了他们。行，要去的话，就他一个人去。你这瘸腿的就別去了。行，不行。永成，這是我周家的事情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，你就在這等着我，好嗎？雨晴，走，把大人帶上。雨晴，雨晴，小心點。放心。站住！你们怎麼帶了個女的來？他非得見了人才肯交錢。不過幾箱大洋都帶上了。點齊了？還沒有。哼，這周大小姐啊，可夠辣的，非得見了人才讓點。人呢？數目齊了，我自然會放人。都到了這個份上，難道不能讓我見上一面嗎？帶上來。
天琪，别动！六六，大姐，大姐，天琪，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只有25万大洋。他娘的，还差一半，你就敢来赎人？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凑钱，光这3天的时间，我们到哪儿去凑这50万现大洋？管你怎样凑，听好了，钱不齐就不放人。我爹已经设法去筹钱了，要不你看这样，先放他们一个。好，这也公道。你选一个吧。选我二弟。不，先放六六。天琪，爹真的去省城筹款了，马上就能凑齐这剩下的25万大洋，六六很快就可以回家的。那就让六六先回家，我在这等。天琪，你现在要以大局为重，你是周家唯一的男丁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六六很快就可以回家。姐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可以留下自己的妹妹自己先溜呢？再说了，我也不能让别人说我们周家男人没种。二哥，没关系，你先跟大姐回去吧。不行，你先回去。你跟爹失散多年，爹要是看不见你会不安心的。你先走。你回去了，还可以再回来赎我回去吗？都一样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，你们周老爷很疼这周家3小姐的，把你留下来，你爹一定会来赎你。就是啊，天琪，快跟我回家。不，二哥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你们两个别让来让去的了，好不好？又不是说2个当中只能活一个，我现在只是先救一个而已。对啊，你先跟大姐回去吧。不，你不会，我也不会。你们两个……那好，你们两个谁也别走了，请周大小姐凑齐了50万大洋，再来领人。啊，走。回去。天琪，六六，姐姐快回来救你们的！六六，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？你怎么样？外面是不是变天了？我觉得好冷啊！这怎么办？来，起来。你干嘛抱我呀？你生病了，我抱着你，你会脑和血。没关系的。现在是哥哥守护着生病的妹妹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用多想，好好的睡一觉。玉琴啊，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带了25万大洋去，好歹会换一个人回来吧？怎么会搞得人财两空呢？我想把2个人都救回来，可是赎金只有一半，他们本来答应肯放一个人的，我权衡利弊，我看见天琪受伤了。天琪受伤了？他怎么了？还好，只是受了点轻伤，但是我害怕伤口发炎。本来我想带天琪先回来，可是天琪不肯，非要让我带六六走。六六不肯丢下天琪跟我走，2个人拖拖拉拉的，惹恼了土匪头，结果一个都不肯放了。什么拖拖拉拉的？我看是你在拖拖拉拉，才把事情搞这么僵。老板，你也别怪大小姐，这几天她为了赎金的事情已经废寝忘食。二少爷重情重义，他绝对不会留下3小姐一个人。大小姐她面对这么多绑匪，能够全身而退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啊，周伯父，你要明白，那可是亡命之徒，他们不会跟你讲什么信用的。你赎金不够，他们当然不会放人了。这怎么能怪玉琴呢？现在救不了人，我相信玉琴她心里比任何人都难受。钱花掉不是问题，现在时间紧迫，
去哪儿再找一半贖金呢？天琪和乔儿已经1天没回来了。师兄，我那里还可以拿点钱。你自身都难保，上次你万灵堂的缺口也是我帮你填的，你那儿能有多少钱调动？我明白，你帮不上忙。对不起，师兄，我帮不了你，还一直旧债未清。不好意思，我一时急了，没顾到你的感受，别往心里去。没关系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感受到人情冷暖。以前我的朋友都受过我的不少恩惠，我去找他们帮忙，話還沒講，他們全都給我裝窮。天津1號那個姓莊的，反過來向我借錢，真是豈有此理！照這樣下去，天琪他們就更加危險了。你們乾站着幹什麼？想辦法啊！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。要不這樣，工會投遞那筆錢，不如先暫時挪用一下。不行，那是工會的錢。人命關天，不能等啊！我們只是拿來暫時周轉，又不是吞了那筆錢。等天琪和六六平安回來，我們再把那筆錢還上。可是賣地的合約已經簽了，這2天就得給錢。如果到時候拿不出錢來，那塊地就……於晴，我覺得萬伯父和周伯父的話有道理，你也不用太固執，這只不過是權宜之計嘛。永成，怎麼連你也……好了，我自有分寸，你別再囉嗦了。爹。六六，你不要再睡了，快醒醒！我觉得好難受，我好冷，頭也好疼。沒事，你只是發燒了，出一身汗就好了。可是我好難受啊！來，先起來，起來，先坐好。來，咬我。幹什麼？我讓你咬就咬，我要讓你的嘴見血。什麼？咬。這次有周家2少爺，以後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。來，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來人吶！怎麼了？救命啊！你們在這守着，我們進去看。救命！救命！我快來人吶！吵什麼？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把我關到別的地方去吧，我不願意跟着他一起。為什麼呀？因為他要肺癆。這病連我爹都治不好。老大，你看他咳成那樣，還吐了血，這一定是肺癆。大哥，你放我走吧。你爹不是大夫嗎？你去給他幹。你去給他幹，你去幹，絕對不行，我給他去啊！不會。周天琪，當初是你讓我假扮趙安喬的，現在又不認了是吧？別說，這事你怎麼能說呢？我都快死了，我幹嘛不能說？還我工錢！你都快死了，還要工錢幹嘛？我讓你到我們家1個月，沒騙到我們家1分錢，我沒管你要白吃白住的錢就不錯了。停！我現在要問清楚一件事，他到底是不是周安喬？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別把我關在這兒，我得走。說，快說！大哥，說話好好說。大哥，你還是讓我住到別的地方。你說，大哥，我說。他說我搶來到我們家演戲的，我讓他冒充我妹妹，我就是為了騙取我爹的信任，得到信和堂的財產，取代我大姐的位置。你看他現在都這樣了，馬上就要病死了，我們把他扔了吧，要不然我們都會被傳染上。我先走。你這個烏龜王八蛋，我做鬼不會放過你！你過來！大哥！你去把他背走！不是，我不去，快去！背啊！趕緊把他背走！那我背啊，快點背！
你们看好了，好好守着。好嘞。哎，怎么下雪了？哎，你看老大。啊，对，哎，是，怎么突然下雪了？你说这啊？哎呀，呵，这样怎么进去？哎，月乐，要听主。我把我的命交给你了。这里荒郊野外的，他又病成这样，根本走不了多少路。我们不如就把他扔在这儿，他回不去的。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死人才走不动。我看挖个坑，把他给埋了就得了。这天寒地冻的，不一会儿功夫，他就冻死了。我们不用这么麻烦了吧？不麻烦。坑呢，你来挖；人呢，也是你来埋。大爷，我就只瞧着你干活就行啊。不行，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冒充的吗？啊？既然他不是你的亲妹子，埋了他又怎么样？啊？行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那就这儿吧，快点挖。我挖。行了，差不多了啊，把他给埋了。我挖深点儿，少啰嗦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快点。小姐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快点儿！如果你真的被黄土埋葬，我很快就会来陪你的。琪琪，我们谁都不会死，不会。
走吧。赶快走吧。快点！哎呀，周世宏这个老狐狸死也不肯给钱，他大概没有想到，他这个冒牌女兒是給他這個狠心的兒子給活埋了。哎，糟了，剛才忘記跟那個冒牌小姐說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他當了鬼別來找咱們，該找周少爺啊！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怎麼了？他奶奶的，周天琪一定是感染肺痨了。不會吧？你去看看去。我老大，你起來啊！起來你！啊！你起來！幹什麼呢你們兩個？走兩步都滑倒！起來！臭小子，竟敢在老子面前耍花樣！停下去！琪琪来救你了！月亮，琪琪来了，你堅持住！月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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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亮。亮亮，我回來了！亮亮，亮亮，你醒醒！亮亮，亮亮，你說過你要等我的，你還說我們要在一起再演一次羅密歐與朱麗葉，你不能不守承諾，你如果離開我，我會恨你一輩子的，亮亮。琪琪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帶你去，我要帶你去北平，去我以前上過的學校，我還要帶你去西湖，帶你去杭州，我還要帶你去廣州，我還要跟你一起去找二兒，二兒不能沒有你。二兒會想念你，爹也會想念你的，我們都不能沒有你。你快醒醒！你這個豬頭好吵，還讓不讓我睡了？六六，你醒過來了。你要是再醒不過來，我就嚇死了。他奶奶的，那小子跑哪去了？趕緊給我找！大哥，在那呢，趕緊追！快追！站住！上來！臭小子，別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琪琪，放我下來！放我下來！怎麼了？你這樣背着我是逃不遠的，你自己走吧。
涛一起到，要死就一起死！快给我追！别跑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好啊你，好啊你，看你往哪跑！怕不怕？被你们两个骗惨了！不怕，前面就是山崖，我们一起死！看你们两个往哪儿跑！大哥，真跳了，真敢跳了！大哥怎么办？哎，下去，咱们下去，走，走。走，仔細點。出來！再不出來，開槍了！臭丫，給我出來！打！大哥，人呢？他娘的中計了！繼續走！是。没想到你这個豬頭還長着一顆諸葛亮的腦子，能想辦法把他們弄走。是，他們還沒走遠。怎麼了？你受傷了？沒事吧？應該沒事吧。月亮，挺住！这二少爺3小姐正都已經一整天了，綁匪還沒有消息，我真的有點擔心啊。不用擔心，他們幹這些擄人勒索的勾當，也是一心求財，早晚都會來找我們的。大小姐，侯總管，不好了！什麼事慌慌張張的？上次那個軍爺他又來了。周大小姐，想不到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見面，這不得不說我們特別有緣吶。我們信和堂每天打開門做生意，廣結四方圓。馬副官今天氣勢洶洶的帶了這麼多人來，不會又是來抓逃兵的吧？不過很可惜啊，我們今天信和堂一個病人也沒有。難道你不會把我們的女人跟小孩也當作逃兵一塊抓了吧？周大小姐生氣的樣子都這麼好看，好看的我都不忍心生你的氣了。你嘴巴放乾淨點。多謝馬副官的誇獎，不過今天馬副官勞師動眾的來到我信和堂，除了誇獎我之外，還有何貴幹呢？周大小姐冰雪聰明，聰明的女人我最喜歡。這是我的部下在城郊巡邏時撿到的，不知道跟二少爺3小姐是否有關聯。這好像是3小姐的。是溜溜的，上個月倪尚軒送來的新衣料，我給他做了2套，是這個樣子沒錯。這上面有血漬，難道？馬副官，這塊布料你是從哪兒找到的？
什麼時候找到的？確切的地點在哪兒？如果是剛刚找到的，现在還來得及多派些人手去搜尋。不要慌，慢慢來，我一定会幫你們找到他們的。马副官，如果你有他们的消息，可以平安的把他们带回信和堂的话，我信和堂一定感激不尽，会重重酬谢您的。太好了，这个世界上懂得感恩的人才会心想事成的。周大小姐秀外慧中，如果你肯当我小妾的话，再奉上15万个大洋，以后你的弟妹就是我的家人。我这个当姐夫的保证，我的小舅子、小姨子可以平安的回来，否则耽誤了救人的最好时机，周大小姐跟周老爷一定会遗憾终生的。军人乃国之栋梁，你身為軍人，應該保家衛國，保護百姓。可是你明知有盜匪擄人，不但置之不理，還趁火打劫，借機勒索。就算是江湖中人，也知道道義有道，不害人命，不要女色。這麼說來的話，你簡直連盜匪都不如，你是國家的恥辱。我信和堂乃是光明正大之地，不容你這樣的敗類玷污。歐總管，送客。好，好，馬副官，請吧。你一定會後悔。哼！到家了嗎？好累，好餓，我先說。琪琪，我覺得好累啊，我想睡一會。六六，你不能睡，要打起精神來。我怕我不行了。你可以。六六，你答應過我，你答應過我，你不可以離開我。琪琪，我快去天上了。我一生做了好多壞事，我怕我去不了天堂，跟我親天良重逢。什麼天堂？爹還在家等着你，你哪兒都不許去。我要去找我娘，我在那兒見到他，要跟他賠罪。你要跟娘賠什麼罪啊？我騙了他，我還吃的小白，罪孽深重。不，什麼小白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等我到了天上，我要跟他說聲對不起。不，小白不在天上，小白他已經投胎了。你現在最好的朋友是七七，你要為他鎮住。不，七七不能是我的好朋友，不然師父會叫我吃了他的。如果見到師父，幫我告訴他，感謝他的養育之恩。香兒忍不下去了。六六，什麼師傅，什麼香兒，我一句都聽不明白。六六，別睡了，跟我繼續說，說到我明白為止。叫藏心術的師傅。我明白了，就是以前在廟門口教你賣藝，教你胸口碎大石的，對不對？六六，六六，快跟我說話，跟我說話，你別睡啊，你跟我說話，不能睡啊，六六，六六，六六，你快醒一醒，快醒一醒，六六，六六，六六，你不能睡啊！爹，爹，您的藥還沒喝，我餵你喝吧。
巧兒跟天琪一天不回来，什么良方妙药都是废物。出去！爹，我叫你出去，听见没有？爹，求您原谅女儿。我知道您在为上次救人失败的事情而生我的气，但是请您放心，我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救出天琪跟六六的。躺这边。六六，六六，六六，你不能睡啊！六六，快醒醒！我好冷。什么？好冷。冷？六六，我已经生好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不冷了。我好渴，我想喝水。啊？水？哪有水？六六，水，来，水。你来做什么？之前我对永成少爷多有不敬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是吗？真难得啊！亏你还记得我是永成少爷，希望你以後都記住，你是下人，我是少爺，玉琴是小姐。是。好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走吧。怎麼？還有事嗎？我家老闆為了二少爺和三小姐的事已經病倒了，現在就剩下大小姐一個人獨立支撐大局，真難為她了。玉琴啊，就是不聽話，她只是個女人，信和堂的事情需要她打理，周家的事情也需要她費心，她就是愛把自己搞得這麼累。哎呀，看來啊，他這段時間的日子一定不好過。永成少爺對大小姐真是太了解了，
其實大小姐她最需要的就是永成少爺您的支持。哦，看來你今天向我道歉是假，要我帮玉琴才是真的。你這個下人，鬼點子還挺多。永成少爺是我家大小姐的未婚夫，我們這些當下人的，希望看見未來的姑爺能為大小姐解圍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希望永成少爺不要多心。哼，玉琴是我的女人，我一定会为她出头的。我早就盘算好了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不妨告訴你我的計劃。永成少爺，請說。为了玉琴，我会主动出擊。听說卓威廉在隨軍當醫生的時候，認識不少軍人，不過這些軍人退役了。我要他幫我聯繫這些人，來對付這幫匪徒。六六不怕，有琪琪在，不冷不冷啊。疼，我好疼。这伤口，糟了，伤口发炎引起了发烧。六六，先等下。六六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必须看一眼你的伤口。